今天是外婆85岁生日，舅舅约在了万象天地给外婆过寿。万象天地工作日的中午，人也不多。红干好18载，再帮5黄鱼面4仁糯米干，红山东海上鱼，红山当鱼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还忙呢，先出了做吧。今朝啥人生日啊？涛涛生日快乐！哦，小强呢，小强呢，忙呢，刚才出了做，许个啥个愿家？祝大家身体健康。那我们顶顶企业上面呢，要把忙下班了，才过得了好，过得幸福，这是最大的一个心愿。那么我们不养不少，哎，那所以送给了外甥孙子每人一部汽车。老爸是来送给你一部汽车啊？哎，那么计划高的一个奖，这辆泰迪已经改好了，你给个啥车子啊？改个特斯拉。那么你几万万？20几万，本到每人2万，随便你都自家去买啥个汽车，假使不敢买，这样你都自家去噻。第一块不理你。奶奶涛涛。哦，震惊的我无以复加。我本来那辆旧车开了10年，我是打算开到报废的。这次看样子25万的话，应该选择的方向就很多了。应该也不会有粉丝说我啃老了吧？孙子外孙一人一辆，真的是不得不感叹，家有长者，而且是智者，如有一宝啊！希望外婆长命100岁。